阿娘这也要教你做煎娘仔花，送互恁妈妈。这共款用这纸来做吼，这纸爱差不多15公分，啊15公分，家己拆开，拆互会较圆的吼，家己对凹，吼，家己对凹，家己加开，很简单啦。吼，啊，著家加互一起一起，加像安尼，吼，加像安尼，啊，咱即马著来家己做，共款用即个圆线哦，吼，我即马要做煎娘仔花，要做有彩色的，吼，你爱一圆这嘛，一圆白，吼，一圆白先家己捻起来。啊，捻互会平哦，吼，袂当捻粗粗哦。一时摆家捻互会较平实的吼，啊，搁来换红的，这较耐心，吼，这娘仔花伊有分几啊种，有彩色的，有灰色的，拢有。咱做彩色的较顺。去啊！这气吼爱加较长一点嘛，你毋通加伤短，伊就舔袂开啊嘛，吼。古早的花做你的叫做煎娘仔花，就是家煎互伊凉凉啦，叫做煎娘仔花。草莓即摆人嘛拢袂晓讲，草莓叫做气泡。嘿，草莓就是这气泡，古早吼，拢发伫咧山顶的，啊野生的，啊迄就是草莓，即摆的草莓，啊伊是无亲像即摆这么水啊，伊细细粒尔，啊毋过真甜真好食，叫做气泡。啊即摆讲草莓，拢无共吼。古早话吼，若无讲起来，拢会袂记的啊，拢失传哦，大家紧记起来。气泡草莓，啊，这叫做康乃馨，叫做煎娘仔花，大家记起来咧。爱做一个叶子改的，无家己拢袂漂亮。做叶啊吼，偌长你才家己摘。这较慢是叶啊，尖尖。讲是足简单的。古早搁要买公纸，哪有钱通买公纸？我就较水吼。
娘子啊，专门咧教古早味的，教恁煮菜嘛，煮古早味的，做伙嘛做古早味的哦。阿娘子啊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亲亲做一个尽量啊，要送互天下的母亲。妈妈辛苦哦！